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伫经节撒母耳记上卷，其实咱无读完，若真正要甲即个故事读完，爱读到28节，真长。但是是一个真完整的故事。伊讲起着撒母耳，伊是安怎来伫伊老母汉娜的手中，伫遐祈祷所讨来囡仔。我想汉娜。伊伫即个中间，虽然伊有真侪苦情，总是伊也伫上帝面前真愿意伫遐来求讨。我想伊绝对有伊头前所徛在的目标伫遐来跑走。伫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，有一个跆拳道的选手，毋知咱敢有印象，叫做苏利文。即个苏利文。伊参加57公斤级的女子跆拳道的比赛，伊最后无着前3名，只有第5名。咱知影比赛就是安尼吼，第1名摕金牌，这有人知影；第2名摕银牌，加减有人听到；第3名摕铜牌，家己嘛欢喜讲，至少我有得奖。但是第4名甲第5名呢？大部分拢无人会知影你是啥，因为第4名、第5名已经无人晓了。但是即个苏利文伊较特别的就是，当伊伫铜牌战要抢第3名的时，伊对着一个克罗埃西亚的选手，即个选手讲强无强，讲弱无弱，但是伊拄好赢苏利文，因为苏利文伫甲伊拍即个铜牌抢第3名的比赛的时，其实伊骹已经受伤。教练也好，也是迄阵的教练团也好，拢建议讲，你嘛搁踢啊，甲你的骹留的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总是即个苏利文足坚持，我就是爱踢即场抢第3名的，所以伊拢总伫即个铜牌战抢第3名内底，拢总跋倒11摆。伊差不多最后是无法度徛。然后最后甲迄场的比赛拍甲了，所以当伊拍了即场的比赛，当然这是输去。伊最后是去互教练挨出去的，因为已经无法度行，一只骹踢较强要站回去。然后伫中国的迄个中新社，伊将即场的比赛甲伊号做最长的7分钟，因为即场比赛一开始看就知影这袂赢。这绝对输的啊！你骹已经着伤啊，搁要去你甲人比赛，人毋是徛伫遐互你趁的。所以，即个7分钟是足歹过的7分钟。但是新华社另外一个标题，伊甲写讲，这是一场输掉比赛、赢得尊敬的比赛。因为伊虽然输，总是伫即个中间，伊输了，互人会记住。伊输了，互人看见做一个运动员是安怎伫伊的比赛、伊的场顶悬尽力咧跑走。即个苏利文最后当然是输掉即个比赛，但是后来伊互真侪人会记住，人全过甲问讲你着知影迄场比赛你已经受伤啊，你敢着一定爱去踢的？你若无踢大家拢会当体谅呢。体谅讲你着已经受伤，无法度比赛，无你嘛是有机会。总是即个苏利文讲啥？伊讲我甲我的老爸有约束啊。我的老爸癌症需要治疗，阮老爸无爱，因为第4期感觉无愿望啊。但是我要甲我的老爸约束，你爱去治疗，继续行你着应该行的路，然后。我也要坚持我的比赛。我想真侪时，人伫人生所行过的过程中间，拢有真侪咱排袂起的担。但是当咱面对即个排袂起的担的时，咱用什么款的心情、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伊去挑战？我想这是今仔日苏利文伫即个伊的比赛中间，互咱重新学习到的功课。我比赛毋是比某赢的，我比赛是去比
我所着比的比赛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即个哈娜，我想伊伫圣经内底嘛非常特别，也真侪人真爱号名叫做哈娜，无论是韩国人也好，无论是英语的名也好，真侪人拢爱号做哈娜。是安怎会爱号做哈娜？因为即个哈娜，伊是一个有疼伊的丈夫的。咱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咱会发现讲，伫以法莲即个所在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纳。即个人是甚物人的囝，甚物人的孙，然后伊有两个某，第一个某是大某是哈娜，第二个是叫做便尼娜。然后以利加纳较疼甚物人？较疼哈娜。但是疼哈娜无法度互哈娜心内欢喜，因为即个哈娜伊无生囝。虽然即个以利加纳真疼伊，所以逐摆若是伫咧迄个献祭了后，伫咧分娩的时，拢互哈娜上分。但是哈娜就是袂快乐，因为伊无囝。即个便尼娜也真厉害，拢知影哈娜心内疼伫地。所以定定要用即个物件咧甲伊激，哈！人我有生，你无生，你即个大某也无啥路用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常常用即款的物件来刺激即个哈娜，互即个哈娜艰苦的心更加艰苦。所以一直到有一日，即个哈娜来到伫殿前来甲上帝求，伊伫上帝面前艰苦，所以伊伫迄个啼哭的中间，阮上帝咧讲，我毋知影，假使你若是即个哈娜，你会向上帝安怎祈祷？你会用甚物款的心情来向上帝讲？上帝我足可怜呢，我定定在互笑呢。还是你会讲，上帝我足可怜呢，我无生呢。还是咱会甲上帝讲，上帝你无公平呢？是安那我人遮好，做遮好，然后我愿意服侍你，我也做一个真好的某，我嘛愿意做一个真好的老母，但是你乃无互我囝。迄个比利娜无咧外交啦，伊只不过加生我几个囡仔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上帝你的公义伫哪落？我毋知影若是你会安怎向上帝来求？我毋知影你会安怎来向上帝来讨？但是当哈娜来到伫上帝面前，伫遐咧求讨的时，有一个祭司，什物名？以利。即个以利是一个祭司。我想伫圣经内底无记载着讲即个以利做祭司到底做了安怎。但是即个以利伫圣经内底，互人知影的是，伊有两个囝，即两个囝真好真歹。真歹，以利是做祭司，但是即两个囝真歹，安怎歹？人献祭的祭物，伊拢先共客；人献祭的祭物，伊拢先共客。无应该是伊的，伊也共客。也无尊重伫迄个祭坛前的规矩。因老爸是做祭司，所以即两个祭司后来去用咒诅，后来当然伫迄个。后壁的故事讲到撒母耳伊半暝起来，听到上帝甲伊讲话，结果以利就甲伊问讲：上帝甲你讲啥？你会甲我讲？结果甲讲的是啥物？恁兜后摆无年长的人，拢要伫中年就过身。我想伫即个中间也看见着撒母耳即个人真特别的所在。即个哈娜来到伫上帝面前咧低头，然后以利直接看到。全佫当做伊是一个无正经的人，来讲你酒茫啉伤济啦，啉了全伫遮咧忙，伫遐咧踅踅了。即个哈娜讲啥？讲我毋是我是心内有苦情求上帝甲我怜悯所以伫即个中间来下愿讲，你若想死我一个囝，我要互伊规世人归你耶和华。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才无写出来，但是伫其他利未记内底有记载。撒母耳后来就是奉献做上帝路用的工人，
然后伫迄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拿细尔人，拿细尔人。啊，即个人，即种的人，就是伊奉献伫上帝面前，伊袂使啉酒，然后伊袂使剃头毛。伫圣经内底有一个士师足出名的，无剃头毛，气力足大的，会当甲规个圣殿车倒的，什么人？参孙。参孙甲即个撒母耳共款，拢总是拿细耳人，就是伊是奉献伫上帝面前来服侍的人。当然，咱后来知影，撒母耳后来是成做一个真出名的先知，伊嘛是以色列历史内底最后一个士师，伊嘛是祭司，所以伫撒母耳的身上，伊有三种的身份：士师、祭司，啊，搁一个先知。伊有三种的身份。伫即个中间，汉娜下愿讲：你若想死我一个囝，我要一世人将即个囝归伫你所用。我想即种的祈祷，大家听起来毋知感觉合理也无合理。我爱一个囝是为着甚物？敢毋是爱我会当有一个囝儿后摆来照顾我、侍奉我吗？还是讲我有一个囝会当，互我伫人的面前会当骄傲，无搁向起笑？还是讲我有一个囝，然后互我伫上帝面前，诚做是一个无共款的人？我毋知影咱若是汉娜，你用啥物款的心情来看待伊的祈祷？但是重要的是，汉娜的祈祷其实拄好符合伫上帝爱汉娜参与伫上帝的计划内底。咱看起来亲像是汉娜真主动要求讨，伊要有一个囝。但是事实上，咱所真正会当得到的是，上帝用圣神伫汉娜的心内做工，要互汉娜伫人生所拄到的苦情的内底，有上帝美好的旨意。迄个美好的旨意，就是有一个先知，上帝所备办的，要通过汉娜。伊伫人所看亲像苦情的迄个艰苦的内底，要出有一个救恩对即个所在出来。所以汉娜伊伫即个中间，伊所下愿，事实上，毋是真单纯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来求讨，讲上帝啊，我爱一只车；上帝啊，我爱一间厝；上帝啊，我爱我的囝会当有偌伟大的成就；上帝啊，我爱有甚物款的物件来成做你对天顶所赏赐我的。伫即个所在，汉娜的祈祷已经毋是一个简单单纯的祈祷。事实上，伊的祈祷，互汉娜参与伫上帝计划内底的一部分。即款的祈祷，毋是单纯下愿的祈祷。台湾的民间宗教有真济，你会当下愿的，有点一种灯叫做啥物灯？光明灯。啊，你嘛会当去下愿，啊，你会当去要行愿的是，就是拍金牌，有真济庙内底拢看会到有即种的动作。有真济人会伫迄个中间在求讨，有的人求平安，有的人求事业，有的人求人生的顺序，有的人求伊伫艰苦的中间会当得到头棒，有的人求囝，有的人求工作，有的人求伊会当娶到一个好某。咱若是用现在的想法来讲，民间宗教看做敢若是一个真迷信的宗教，因为真侪人伫遐举香拜佛，然后伫遐定伫遐咧拜，开真侪时间伫遐内底。但是你若知影，伫进台湾，比如讲我较早无回鸟场迄个所在，边仔有一个小小的庄镇，叫做仁美。即个仁美真特别。仁美毋是一个人口真济的所在，但是伊一个中山路，逐位拢有中山路啊，有中山路嘛有中正路啊。伫迄个中山路行过，我当去牧会时，敢若一间，迄是民间宗教，迄叫做神坛，毋是庙哦，毋是大庙，伊是神坛。迄个神坛就有诶是真简单，敢若一间饭厝，然后下底有拜一身不蜡，看伊是拜啥物货，神坛。若是讲较准确，迄叫做鸾坛，鸾坛，迄是拜小神啊。我迄阵去诶时，
伫迄个中山路顶悬，敢若一间鸾坛还是神坛，但是到我要离开的时，迄条路内底已经有3间。上帝真好咧，有3间咧。啊，咱可能会想象讲，啊，伫内底的吼，咧拜的可能拢是老大人，可能是阿公也是阿嬷。但是你若真正注意甲看，伫内底少年的超过1条。啊，你若要去举香要拜，啊要求福啊，还是要求啥货，你着搁爱排队哦。啊是安那，你经过看到，因为人已经对内底排出来到外口。这是今仔日的代志。咱看做亲像有真侪真迷信的，但是事实上伫真侪人内底，伊犹原伫迄个中间，要祈求伊人生会当有一个平安，有一个出路，有一个确无会当得到满足。亲爱的兄弟，我伫遮要讲的毋是迷信，我伫遮要讲的是，今仔日即个时代，犹原有真侪人伫心神俗体顶悬欠缺，想要找出路的。今仔日所拄着的问题，只是伊毋捌主耶稣。今仔日所拄着的问题是，今仔日伫遐艰苦情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会去求、会去拜的，已经对以前印象中间的老大人，一直降低到国中、高中，拢会去伫迄个所在，互咱看到。对安尼来讲，咱传福音哪会当无着？咱有太侪人伫人生所拄着艰苦的中间，犹原想要下愿，求一个神会当帮咱，求一个神会当加天开咱，求一个神会当将咱开一个出路，互咱知影要对对行，要对对去。但是今仔日，咱的信仰甲咱讲，咱看见汉娜伫遮的祈祷。伊毋是一个真单纯讲，我要来求讨一个囝，因为我袂生，所以我爱一个囝来成做我的囝。伫今仔日咱所看到汉娜的即个祈祷是，你若赐我一个囝，我要互伊规世人归伫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对安尼开始，上帝伊的国开始咧做工，因为上帝国需要工人。因为上帝的百姓需要有人来引带，因为上帝伫即个中间，还佫有一个真好的计划伫以色列人的身上，然后要透过即个悲情的汉娜，伫遐来得到成全。汉娜的主动，汉娜的确无，互伊成做上帝的器皿。汉娜伫遮所下愿，开始伊甲上帝做伙同工。你敢捌甲上帝下愿？你向上帝求啥物货？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所下愿，有可能成做咱人生一个转变的所在。有可能伫咱一生内底，你将来毋捌向上帝求讨啥物。但是当你向上帝求讨的时，当你愿意上帝进入你的生命，伫你的人生内底开始做工的时，你的人生无搁再是你家己的。你的人生已经成做上帝所负责，因为当咱成做上帝计划一部分的时，是迄个上大的人在负责。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啊，我若向你求讨一个囝，然后即个囝要求于你所用，你太会无为着你家己所需要的萝卜来做工，互我生呢？我想今仔日汉娜的祈祷会转变亲像即落型。我想汉娜伊会当祈祷讲，上帝啊，我的祈祷已经毋是为着我家己，毋是为着我的退休，毋是为着我的年老。我今仔日要有即个囝，是为着上帝你的百姓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先知，需要一个祭司，需要一个士师，伫即个中间带以色列百姓来征战。今仔日我的祈祷是要成做上帝你计划一部分，你哪会当无为着你家己的计划来成全我所下愿？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当咱用即款的角度来向上帝祈祷的时，咱所下愿方向完全改变，因为无搁是咱家己负责，是上帝在负责。你下啥物愿，
你敢捌向上帝下愿？你下愿，你敢捌去行即个愿？当汉仔真正生着一个囝以后，即个囡仔号做撒母耳，意思是这是对耶和华遐求来的。即个囡仔是求来的，所以每一个囡仔的名拢代表着伊的出世，代表伊的身份。咱敢会记即阿比斯？阿比斯的祈祷，阿比斯迄个名所代表的是啥物？伊的老母讲：我生即个囡仔真艰苦。我生即个囡仔真艰苦，所以甲伊的囝号做阿比斯。我想真侪时，咱伫即个中间向上帝咧求讨的时，上帝啊，求你赏赐我，然后真正赏赐得到稳定了后咧，拜拜。当我想到的时，我才过来。是今仔日，当咱真正参与伫上帝计划内底，当咱真正是活伫上帝殿中的时，咱是归伫耶和华要来服侍伊的时，你今仔日所做的每一项事，拢伫上帝的计划内底。但是你是将你的奉献打折，也是所有全奉献。你用甚物款的心来行上帝所应允你生命中间所赏赐你一切问题？你用甚物话来回应？伫过去所牧会教会内底，招亲教会有一个长老真特别，即个长老敢若做一日尔，伊就去用扫落来。莫甲我讲教会内底是奉献真神圣的所在。教会内底常常为着争长老，伫遐拍甲头破血流。但是即个长老，伊因为得罪另外一个人，所以伊长老敢若会当做一日，人就呛声讲：你无可能阁互你做第二任长老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我是因为即个长老，所以当我传道派伊到招情的时，传道3冬，我是因为伊的关系，继续留伫招情教会，一直到我离开的时，拢总伫招情教会牧会超过9年。我是因为即个长老的关系，即个长老伊拢做啥？其实伊无做啥物大事，伊敢若甲我讲一项，一开始讲传道，后来叫牧师。我就是伫伊的做长老的时服务的。伊讲牧师，你尽量做，有称旨我来信。无法度做啥，但是你要做啥，你尽量做。然后若称旨拍过来我来信。所以我拢笑伊，我笑讲你规身躯拢伤，头前有称旨，后壁佫插2支刀，因为所有的声拢对伊遐去，伊用叠甲咪咪毛毛。总是若看到我的是讲牧师，你还佫少年，你尽量做，看会当安怎行，看会当安怎做。伫咱石盘团契后礼拜是属灵者伊的时间嘛伊的时间。然后属灵者想要分享伊伫10几年前去到耶路撒冷，伊所看到遐个相片，所以我咧帮伊扫描，伊转将足侪物件、足侪资料起来交我遐。然后有一摆，我伫遐看遐个物件时，看到一篇文章，伊是翻译的文章，然后看到迄个文章写了真好，但是互我印象上深的是，迄个写文章的人，就是我头拄讲的即个长老的老爸。但是即个长老就写即篇文章的人，迄个老长老，伊嘛是长老，迄个老长老，伊敢若国小毕业。国小毕业伊做啥？伊伫当初时台湾有一个远东广播，迄个广播是对东南亚，后来嘛对中国去广播，后来当然规个已经转型啊。这是我即个讲的是大概30-40年前的代志有时我还未出世的，迄阵咧做广播。即个老长老写迄篇文章的人，伊就是我教会做迄个长老的老爸。
啊，即个老长老伊敢若国小毕业，因为迄阵战争的关系，可能欠栽培，但是伊足够写文章，伊足够教主日学。我后来伫看到，包括教会公报社，拢还阁有迄个老长老所写落来的写的册，拢是故事，要讲互囡仔的故事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遐个故事就是当初是伊做广播，要对大陆来发送，甲东南亚来发送迄个广播内底所讲的遐个故事。即个家族内底拢总出5个长老，一个牧师，牧师还袂封牧的，5个长老，一个团队。然后我甲问讲，恁兜吼叫一个老长老4个约过来，毋知影到底是叫啥物人？即个家族真富有吗？我想我看袂出来。即个家族真有才调吗？我想可能嘛毋是。但是即个家族所做的，就是因奉献伫上帝面前所下迄个愿，一代过一代，传承后一代。互我看见对老的、中的到少年的4代，拢伫迄个中间，伫上帝面前伫服侍时，我看见上帝是阮祝福伫因家族内底，是我伫咧丰富。所以即个家族内底，既然看到因，拢是笑面，拢是笑面。然后即个老长老也真趣味，我后来才知影讲，我毋是第一摆甲伊见面，因为第一摆甲伊见面的时，我还毋捌伊。迄阵我的妈妈伫高雄医院入院，无偌久，我妈妈就过身。因是迄个拄啊好伫我妈妈要过身进前入来探访的迄对阿某，迄阵我还搁咧读神学，我还袂做团队，我嘛还袂去到招前教会。然后因2个人入来，对门口入来，迄种互我看到的感觉。真实的用即款的话语来形容，一个足生土地公，一个足生土地婆，意思是啥物？你看到因入来，你会安心嘛？你看到因的面的笑容，你会安心嘛？哇！即2个人入来讲，请问，阮敢会使替你祈祷？伊毋捌我，我嘛毋捌伊。我是后来去到招前教会，才知影原来伊是长老的老爸。我第一摆看到伊，就是伫我妈妈的病房，这就是因所做的。即个老长老，也是我离开台湾来到加拿大所参加的最后一场的告别式。我想有真侪时，互我通过因家族所做的，看见因伫遐讲，毋免烦恼，上帝会做工。我讲有时人所做的，就是会烦恼。咱会烦恼头前所要行的路，咱会烦恼咱的囝儿，咱会烦恼咱到底所有的是有够用啊，无够用，有够食啊是无够食。但是对着即个家族，逐摆甲因三甲做伙，看到的就是迄个足福相，然后足安心、充满喜乐的面，互你看到，你免烦恼。对传道，你毋免烦恼；到伫牧师，你毋免烦恼。今仔日我来到伫即个所在，伊也嘛是还搁咧甲我讲，牧师免烦恼啦。亲爱的兄弟，你伫上帝面前所下的愿是啥物？上帝敢有接纳你所下的愿？有时当上帝接纳咱所下的愿，成就着上帝的计划时，咱就有份伫上帝国内底。今仔日即个上帝国，毋是伫天顶的上帝国而已。今仔日咱咧所讲的，毋是咱一世人行了所要看到的上帝国。今仔日即个上帝国是今仔日咱游园在世伫地面上的事，咱着要参与伫上帝的计划内底，然后上帝的应允，互咱所行所做的永无失败。因为咱的一生是伫上帝的计划内底，咱的一生是上帝在负责，然后有份伫上帝国。亲爱的兄弟，你今仔日为着什么会来到伫教会？你为着某一个兄弟因带你来到教会，所以你来教会吗？感谢主。你为着咱教会内底有
兄弟姊妹需要服侍，所以你为着服侍来到伫即个所在吗？感谢主。你是为着即个所在有上帝需要来管理的人事物，所以你伫即个中间为着服侍来到伫遮的吗？感谢主。但是无论你安怎做，有一点上界重要的就是，请你会记得提醒家己，你的信仰爱独独注目伫你的上帝。你要因为上帝互上帝所用，你要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。咱做伫人的心上，但是无论咱的心内有甚物款的苦情，亲像汉娜的苦情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摆列，总是独独仰望你的上帝，毋是用人所予你的来做你的结论，爱用上帝互咱的应允去了伫上帝，将咱一生所有的一切所要行的路，拢架伫上帝国的计划内底。若是安尼，你一生所行所做的，永无失败。愿咱伫即个中间重新学一个新的信仰。即个信仰毋是真正新，只不过是注目对看人、经教会，一直到注目咱的上帝行头前的路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带阮、带领阮、赏赐阮、保守阮，互阮伫所行的路有你一路的引带。主，阮将这献做感谢伫你的面前，也恳求你，互阮无论心内有甚物款的苦情，阮独独仰望你，互阮所做的拢是有份伫上帝国内底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